日本福岛核灾了后，台湾是禁止进口福岛五县市的食品。自2022年有开放带条件进口，即阵是宣布全面解禁。19年的进口日本食品检验拢是合格，不过要求有验到一寡产品有验到辐射，第一是占上侪。日本福岛核灾2021年发生到即阵已经超过14年，国内一开始先采取禁止福岛五县的食品输入，经过11年了后，伫2022年减税风险管理，要求福岛五县食品要检附一个辐射甲产地相证明，有条件输入。过3年，决定全面来开放。考量全世界的一个管理的机制以及科学的基础之下呢，今天宣告呢，日本食品回归常态的管理措施。14年来检测日本食品超过27万件，全数合格。不过，有关有微量检出的品项，以地类上最152件，占0.62%。今年微量验出3件，包括马茶、母菇，也有香菇，拢不是出自福岛五县。福岛五县对111年有条件开放，是微量来验出4件，以日本的含质酐每公斤41.8倍克上悬，不过依然无超过标准。设137，它半衰期就高达30年，所以还是要很小心。在国际上有新的证据说有那个辐射的余力，我们的食安政策就要重新检讨。尽管无超过标准，不过医师委员认为应该小心，并且随时检讨。因为即阵国内检验量能是按会的盘算达到4万件。国研院还有那个辐射侦测中心，先就这2家实验室加起来的话，我们都还有3.8万件的量的。食药署他们也有实验室2000件，所以这样整个 total 加起来还可以有4万件。福岛核灾到即阵以往影响，除了陆上辐射污染、排放含氚的废水，也引发污染水产品的疑虑。福岛第一核电厂第17结束第16批次含氚废水排放标准，即摆是19天的时间。根据核安会监测，局部扩散到关岛西北方海域。对去年起国内采检超过16000件样本，拢无辐射各样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